即摆伫咧真侪所在要来出入，拢爱量体温、有风声。讲咧度耳孔温度的度针，若套迄个耳套，会影响到测量的结果。专家讲，这毋是事实哦。另外，佫讲食感冒药都爱配咖啡，安尼效果会愈强，这嘛是毋对的。来看咱的拍假特工队。 网络有传吃感冒药配咖啡效果会比较好，不过这两个加在一起吃，恐怕会有副作用。是着说网站冒写讲，若是感冒药内面有魔方素类的药品，会甲咖啡产生作用，佫较造成心肝头、皮肤彩、失眠等等情形。加上感冒需要休困，你若啉咖啡，颠倒会兴奋利尿，所以讲药甲咖啡若做伙食，感冒袂较快好。搭配咖啡的话，我们其实掌握不了那个咖啡因适当的剂量比例，所以反而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药物交互作用。以综合感冒药，大家去看，其实蛮多里面都已经有咖啡因了。当你又再配上咖啡的话，其实让它心悸的副作用会更加强。 食感冒药上好配滚水，唔通听信偏方。即摆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，真侪所在要求量体温，敢有发烧，随娘随在。网络顶面伫传讲用耳温机无挂这个套啊顶样较准，这嘛是错误的消息。那它本身有一点点厚度了，不过厚度很薄。 所以呢，我们一般就是正常就是会换掉。现在耳套都买不到，很多人就重复使用，重复使用它那个材质，其实它就会受影响到它的准确度。有耳套啊设计耳温机，就要套原厂的专用耳套啊，才会使使用。无耳套啊设计耳温机，就要用原厂建议的方式去清洁，嘛唔通用无共牌子的耳套啊，以免影响到测量的结果。嘛无建议讲用保鲜膜代替耳套啊。 目前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标准，耳温量出来38度就是发烧。建立正确的防疫观念，错误的消息唔通乌白传，帮助家己，嘛会使帮助别人。